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29，咱做来读《以斯帖记》第6章到第10章，《约伯记》第1章到第3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，《以斯帖记》第6章。迄暝，王困袂去，就叫人摕伊在任的大事录读予伊听。册里有记载讲，王过门的太监撇探甲希勒两个人，计谋要害亚哈随鲁王。末底改对王报告这个事，王讲：末底改做这个事，我检有赐伊什么荣誉甲地位。事后，王的元神应讲，无赐伊什么。王讲：什么人伫亭里？迄时，哈曼入王宫外面的亭，要求王将末底改吊伫伊裁好的叉架。王的元神应讲，哈曼徛伫亭里。王讲：互伊入来。哈曼就入去。王问伊讲：王想要赐荣誉互一个人，着安怎做？哈曼心内想讲，王要赐荣誉互伊的人，当然是我咯。哈曼就应王讲：王要赐荣誉互迄个人，着安尼对待伊。王就叫人将王所穿的袍带来，将所徛伫花冠的马牵来，托一个极尊贵的大臣，甲迄个人穿王袍，互伊徛迄只马，西车的广场，搁伫伊的头前话讲，王要赐伊荣誉的人，王会安尼对待伊。王甲哈曼讲：赶紧去，将王袍甲马带来。照你所讲的，对迄个坐伫王宫门前的犹太人末底改做这的代志，连一项拢毋通减。哈曼就甲末底改穿王袍，互伊骑马，西城的广场，搁伫伊的头前宣布讲，王要赐伊荣誉的人，王会安尼对待伊。然后末底改倒来王宫的门，哈曼忧闷砍头，赶紧倒去因兜。哈曼将所发生的代志拢甲伊的某谢利斯甲伊的朋友讲，伊遐的参谋甲伊的某谢利斯甲伊讲，你一旦对起头就事末底改，伊若真正是犹太人，你一定袂赢伊，会彻底失败。因要在讲话时，王的太监来，所以哈曼赶紧去赴以斯帖所设的宴席。第7章，王甲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。王伫第2日的酒宴，佮问以斯帖讲：王后以斯帖，你爱什么？我会互你。你要求什么？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互你。王后以斯帖应讲：王啊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，王若看做好，愿你允准我的请求，救我的性命，救我的宗族。因为我甲我的同胞受出卖，人要甲阮剿灭，甲阮杀死，互阮完全灭亡。阮若简单互人卖做奴隶，我嘛无话讲，因为阮的灾难袂造成王偌大的损失。毋过，阮要互人消灭啦。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，啥人敢做即款代志？迄个人伫倒位？以斯帖应讲，迄害阮的对敌
就是即个歹人哈曼。哈曼伫王甲王后诶面前惊甲皮皮喘，王非常生气，离开酒宴，入去王宫诶花园。哈曼看画出王决定要互伊死，就留地求王后伊斯帖救伊一命。王对王宫诶花园倒转来酒宴诶所在，看到哈曼拍伫伊斯帖诶提议。王讲，伊竟然敢伫宫内伫我诶面前凌辱王后。王讲了，人就砍哈曼诶面。事后王诶太监哈普纳讲，哈曼伫因兜采一个22公尺悬诶叉架，要将救王有功诶末底改吊死。王就讲，甲哈曼吊伫迄顶面，人就将哈曼吊伫伊要吊末底改诶叉架顶。王会生气，才煞。第8章，迄日，亚哈随鲁王将犹太人会对着哈曼诶家产赐予王后伊斯帖。末底改嘛来伫王诶面前，因为伊斯帖已经对王讲，末底改是伊诶亲人。王甲对哈曼摕倒来诶手指，对家己诶手拔起来，互末底改。伊斯帖阁委任末底改管理哈曼诶家产。后来，伊斯帖阁去见王，拍伫伊诶骹前，流目屎求王阻止阿加族诶哈曼谋害犹太人诶计划。王伊斯帖伸手伊诶金管，伊斯帖就徛起来，对王讲：王若看做好，我若得到王诶恩惠；王若看即个事做妥当，我若得到王诶欢喜。恳求王下诏书，撤销前阿甲族哈米大他诶囝哈曼计谋要消灭王达省诶犹太人诶诏书。我哪会忍心看家己诶同胞受陷害？哪会忍心看家己诶宗族受消灭？亚哈随鲁王就对王后伊斯帖甲犹太人末底改讲，因为哈曼谋害犹太人，我已经将伊诶家产赐予伊斯帖，人嘛将哈曼吊伫叉架顶。恁通用王诶名，照恁看做妥当诶，写诏书予犹太人，用王诶手指砍印，所有用王诶名写，佮用王诶手指砍印诶诏书，无人会当取消。3月就是西元月23日，王诶书记照末底改诶指示写诏书寄予犹太人，嘛送予对印度到古实共127省诶总督、省长甲元神，用达省诶文字甲达族诶语言来写，寄予犹太人诶，嘛照因诶文字甲语言写。末底改用亚哈随鲁王诶名义写诏书，用王诶手指砍印，将迄个诏书交予送文书诶，骑风家快马送到达所在。伫诏书诶内面，王允准逐个城诶犹太人组织起来保护因家己诶性命。达省、达族留军兵要攻击因，因通反击、杀害、消灭遐个人，嘛通杀死因诶囡仔甲妇人人，佮抢因诶财产。伫亚哈随鲁王诶达省，犹太人伫12月，就是阿达月13日，迄日会当安尼做。诏书诶草本正做法令，对达省、达族颁布，
佮互犹太人准备听候迄日，对因的对敌报仇。遐个送文书的奉王的命令，赶紧骑皇家快马出去。这个诏书嘛，伫苏珊城颁布。莫迪改穿蓝色白色的条服，戴伫大顶的金冠冕，穿紫色幼麻布的外袍，对王的面前出来。苏珊城充满欢喜快乐的声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光明、欢喜、快乐、尊贵的事。王的诏书甲命令送到的逐省逐城，犹太人拢欢喜快乐，办桌庆祝。定迄日做节日，逐所在有真侪人因为惊犹太人，就改装做犹太人。第9章，12月就是阿达月13日，王的命令甲诏书得要执行。这个日原来是犹太人的对敌望要压制因的日。毋过犹太人颠倒制服所有怨恨因的人。迄日，伫亚哈随鲁王的特省，犹太人伫因的城聚集，攻击遐个要害因的人，无人会当抵抗，因为人民拢惊因。特省的领袖、总督、省长甲行政官员拢来帮助犹太人，因为因惊莫迪改。莫迪改伫朝廷真受尊重，名声传到特省，伊的权力愈来愈大。犹太人照家己的意思对待怨恨因的人，用刀杀死因，甲因剿灭。伫苏珊城，犹太人杀死500人，佮杀死巴珊大他、达芬、阿苏帕他、帕拉他、阿达利亚、阿里大他、帕马苏他、阿里塞、阿里台甲瓦亚萨他，这10个人拢是哈比大他的孙。犹太人会对敌哈曼的囝，毋过犹太人无抢因的财产。迄日，人将苏珊城受害的人数对王呈报。王对王后以斯帖讲，犹太人伫苏珊城杀死对敌500人，佮杀死哈曼10个囝。伫其他特省毋知做了安怎，但你爱什么，我会互你；你求什么，我嘛要互你。以斯帖就讲，王若看做好，求你允准苏珊的犹太人，明仔嘛照今仔日的诏书来做，佮将哈曼10个囝的尸体吊伫叉架顶。王就命令照安尼执行。迄个诏书伫苏珊颁布，人就将哈曼10个囝吊起来。阿达月14日，苏珊的犹太人各组织起来杀死城内300人，毋过无抢因的财产。伫王特省其他的犹太人嘛拢聚集起来，保护家己的性命，脱离对敌，得到平安。因拢总杀死75000个怨恨因的人，毋过无抢因的财产。阿达月13日做这个事，14日休困。第7日办桌欢喜庆祝。毋过苏珊的犹太人伫13、14这2日组织保护家己。15日休困。第7日办桌欢喜庆祝，因为安尼，住伫无啥像的庄舍的犹太人，用阿达月14日做节日办桌欢喜庆祝，佮互相送礼物。莫迪改记录这个事，佮写批互亚哈随鲁王特省全军所有的犹太人。
王夫因当年着守阿达月14、15两日做节日，这两日是犹太人脱离对敌、得到平安的日。迄月是忧闷变做欢喜，悲哀变做快乐的月。因着伫这两日办得庆祝，互相送礼物，搁进祭善食人。犹太人答应要遵守末底改的指示，照开始的时守罪，逐年守这个节日。犹太人的对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设计谋要消灭犹太人，抽普尼就是抽签，为着要杀害凿灭因。毋过以斯帖将这个代志对王报告，王就颁布诏书，互哈曼计谋要害死犹太人的歹代，报应伫伊家己的身上。搁伊甲伊遐个囝，互人吊伫叉架顶。对安尼，犹太人照普尼的名叫遐个日做普尼日。因为末底改这张批以及因亲身的经历，就为着因的后代以及所有规划改装的人，决定要永远伫逐年照规定守这两日做节期，搁要世世代代家家户户逐省逐城守普尼日，伫犹太人的中间永远纪念。阿比海的查某囝王后以斯帖甲犹太人末底改专权写第二张批，确定普尼日。因用和平诚实的话写这张批，予亚哈随鲁王国内127省的犹太人，照犹太人末底改甲王后以斯帖的指示，设立普尼日，亲像犹太人为家己甲因的后代规定禁食哀哭的日相款。以斯帖命令着守普尼日的事，嘛记录伫册卷里。第10章，亚哈随鲁王对国内甲沿海一带的人民收税金，以用官兵能力所做的事，以及提拔末底改的经过，拢记载伫米底亚甲波斯的列王书。因为犹太人末底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，伫犹太人的中间做上大，得到伊同胞的尊敬。为着伊的同胞争取福利，互因会子子孙孙得到幸福。约伯记第1章，波斯地区捌有一个人叫做约伯，伊宣传正直，敬畏上帝，无做歹代。伊有7个囝，3个查某囝。伊的财产有7000只羊，3000只骆驼，500对牛，500只驴母，阁有真侪仆人。伊是东方第一好野的。伊遐个囝常常轮流伫因家己的厝办青草，嘛请因3个姊妹做伙啉食。每一遍因轮流办青草了，约伯会找人叫因着洁净家己。伊透早起来，照因的人数替因献烧化祭。约伯照常安尼做，因为伊想讲，伊的囝可能有犯罪，亵渎上帝。有一日，上帝的证书者来徛伫上主的面前，撒旦嘛做伙来。上主问撒旦：“你去倒位？”撒旦应上主：“我伫地上四界行来行去。”上主对撒旦讲：“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？世间无人亲像伊
遐尼宣传正直，敬畏上帝，无做歹代。撒旦因上主约伯敬畏上帝，兼无理由。你敢毋是有用篱笆甲伊围着，保护伊、伊的家庭，甲伊所有的一切。伊所做的，你祝福伊，互伊的精神最佳袂算得。伊所有的，你亲手甲伊吸一个看卖咧，伊一定会当面甲你咒诅。上主对撒旦讲：好，伊一切所有的，拢伫你的手头，毋过毋通伤害到伊本身。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。有一日，约伯的囝查某囝拄啊伫因大兄的厝伫食伫啉的时，有一个使者来甲约伯讲：牛伫犁田，女母伫边仔食草的时，是别人忽然来攻击，甲牛甲驴拢抢去，佮用刀杀死遐的仆人，只有我一个走有理来报你。伊讲要袂煞，佮有一个来讲，上帝迄对天降落，烧死羊群甲遐的仆人，只有我一个走有理来报你。伊讲要袂煞，佮有一个来讲，甲勒底人分做三队，忽然来攻击，甲骆驼拢抢去，佮用刀杀死遐的仆人，只有我一个走有理来报你。伊讲要袂煞，佮有一个来讲，你的囝查某囝伫因大兄的厝伫食伫啉的时，忽然有大风对旷野透来，扫厝的四角头，厝倒，地死遐的少年人，只有我一个走有理来报你。约伯就徛起来，拆离外衫，剃头，趴伫涂骹拜，讲：我脱体出母胎，嘛会脱体倒去。上主赏赐，上主退去，愿上主的名受称赞。虽然拄着这个代志，约伯并无犯罪，指责上帝。第二章，过一日，上帝正使者来徛伫上主的面前，撒旦嘛做伙来徛伫上主的面前。上主对撒旦讲：你去倒位？撒旦应上主：我伫地上四界行来行去。上主对撒旦讲：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？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宣传正直，敬畏上帝，无做歹代。你虽然叫我攻击伊，无理由毁坏伊，伊要顾持守伊的宣传正直。撒旦因上主用皮换皮，人会为着顾家己的性命，甘愿放杀伊的一切所有。毋过，你若伸手吸着伊的骨、伊的肉，伊一定会当面甲你咒诅。上主对撒旦讲：好，伊伫你的手头，毋过着留伊的性命。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，攻击约伯，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生毒疮。约伯就坐伫火炉顶，用破去的瓦片白身躯。伊的某对伊讲：你还得持守你的正直咯，着咒诅上帝去死死咧。毋过约伯对伊讲：你讲话亲像遐毋知见笑的查某人，咱对上帝得福气，减无嘛对伊受灾祸。虽然拄着这个代志，约伯犹原无讲一句得罪上帝的话。约伯三个朋友，提拜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所法，听到伊拄着这个灾祸，就烧招对因的所在来表示同情，
甲伊安慰。因远远看着约伯袂认得，就大声啼哭，大家拆里外衫，仰天撒土粉伫家己的头壳顶。因7暝7日甲伊坐伫涂骹，无甲伊讲一句话，因为因看着伊所受的痛苦实在真大。第3章，后来约伯开嘴，就做伊出世的日，约伯讲：愿我出世迄日消失，愿讲有生查甫囝迄暝嘛消失，愿迄日变做黑暗，愿天顶的上帝无看过伊，光嘛无照伊，愿黑暗甲死印甲迄日除去，愿密云嵌伫迄顶面，愿日头全息拍惊伊，愿迄暝互黑暗吞去，对日日三毒无藏伫月历内面，愿迄暝无人生囝，无听着欢喜的声，愿遐个念扶助会晓呼唤海兽的起来救助迄日，愿启明星变做黑暗，所期待的天光未出现，嘛看袂到清早的日光，因为伊无关捌我的老母的子宫，直到我的目睭看到真侪患难，我哪会无伫胎里就死，哪会无出腹肚就断开？是安怎有脚头乌甲我接，有年互我死？若无，我已经安然过身，已经静静困去，甲地上为着家己中建荒废的宫殿的君王首领做伙伫困，也是甲金银财宝满厝的王子做伙困。若无亲像流产就甲台的婴仔，亲像无记得光的胎儿，伫遐歹人袂阁扰乱，野生的人会得到安宁。伫遐囚犯拢得到安息，袂阁听到夺工的声。无论大小贵贱，拢伫遐。奴隶嘛脱离主人的管制，得到自由。上帝是安怎使光明互受苦的人？是安怎使性命互心神痛苦的人？因爱要死，阁死袂去。找死比找上帝的宝贝较迫切。因一个找到君墓就快乐，欢喜到袂固定。人的路已经互上帝炸地，走头无路，哪阁属于光明？我用土块做饭食，大声吼亲像做大水。我得惊的竟然发生，所惊吓的偏偏临到。我无平安，无平静，无得到安息，只有灾难不断临到我。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节伫以斯帖记第6章到第10章，以及约伯记第1章到第3章。